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個基金經理贏先費頻道，我係朱 Sir。我呢個影片分析嘅內容啊，係純粹我個人嘅見解，並唔構成任何嘅買賣建議嘅。今日啦係2026年嘅6月6號啊，星期六。我哋先講下個恒生指數先啦，好快地。我哋就係話個恒指其實啦，都冇乜太過嘅特別噶啦，呢一個都係持續地係回吐啦，呢一個暫時有2個星期啊，都仲喺都叫做仍係區間啦嚇，24,700至到去26,000之間上上落落。不過咧，恒指今年已經差唔多第四次咧，至到第五次咧跌穿咗250天線噶啦。而且夜期咧就再跌多300幾點喎。因為美國非農嘅數據大幅超過市場嘅預期啊，又傳加息。利率對於恒指都係最敏感噶啦。所以導致恒指再跌。我自己對於利率嘅睇法亦都不變啦，都係覺得 high 過 longer 嘅。而港股本身就係正正受呢個係美國嘅利率影響係最大嘅一個地區之一。雖然啦，尋晚美股好似有個比較激烈嘅反應啦，但係佢講係升咗無限浸嘅情況之下，然後就先跌一大棍啫嘛。就老實講呢個往後嘅升跌，你都冇證據佢一定無限地係見跌睇跌，無限地陰燭向下，呢個係咪？點跌都好呢個人哋有排都未碌翻落去前邊嘅低位。你睇下恒指再加埋星期一，只要裂口低開多棍就好順利地去到今年嘅低位啦。因此你可以見到港股係呢種麻麻地嘅情況咧，甚至係全球最差嘅情況咧，應該暫時都不變噶啦。好啦，咁我哋去翻個美股嗰度啦。美國科技股係終於有較大嘅調整啦。但係道指就相對咧頂得住下。過咗去有一星期有少少分化嘅情況，主要嘅最大嘅震盪個導火線就係由呢個博通啦。業績嗰日就開始跌咗12%啦，就帶動咗半導體嘅 sector 咧就先重挫一棍。然後就啱啱去到星期五嗰個催化劑好明顯就係呢個非農嘅數據啦，大幅少過市場嘅預期啊。減息咧你都唔使旨意啦，而家倒翻轉就開始提加息咯。去到12月啦，加息嘅概率啦終於係高過係保持息率嘅係所謂嘅概率。於是納指亦都係重挫咗，係接近係2000點啊。但係我認為有呢一啲嘅急跌咧，其實都係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倒翻轉，即係等於我之前都有講過，韓國去禁止或者係開始係堅決地係去打泡沫。我覺得嚟講呢個係亦都有一個好事啊。因為如果韓國佢再繼續係咁狂炒落去嘅話，仲炒埋晒啲兩倍槓桿嗰啲嘢。你諗下，而家講緊全部啲人都講緊係唔翻工又話未成年開戶都係創咗係10年嘅，或者係10倍嘅新高咁樣。如果你繼續由佢落去嘅，等嗰啲市民係入到最後一滴血都入埋嘅話，如果萬一咧一崩咗盤嘅話成個國家咪冇晒資金咯。所以我覺得韓國嗰邊咧嗰個打壓咧已經係對於美股嗰個下跌係有一定嘅預兆噶啦。所以我就覺得啦，呢個整體嚟講唔算係咁差嘅。你睇佢亦都係啱啱呢輪業績期好嗰啲咧，一樣可以30%、40%咁叭叭聲咁升上去嘅。好似之前Marvel嗰啲咁樣業績市場認為唔夠好嘅，好似係博通咁樣，就分2日都係跌咗20%啫左右。所以明顯地好有個力量仍然係相對比較強勢嘅。我就認為大盤雖然仲有機會跌多少少啦，但係就唔認為咧會跌得太過深嘅。而且過去一個星期嘅呢個喺英偉達嘅 GTC 嘅大會上邊黃仁勳咧其實已經再重申過軟件咧係唔會死嘅。就係因為將來都係由呢個 AI 咧去使用呢個軟件，變相就有咁多嘅軟件咧，呢一個我覺得係相對又係合理，而且有好多軟件股都係咁嘅情況嘅。咁都頭先亦都咁講啦，好多軟件股咧都仲係相對個低位嘅位置嘅。甚至好似 Microsoft 咁樣，都仍然都好似老實講冇乜升過啦。退咗萬步嚟講，亦都冇乜係特別大跌嘅空間嘅。向上咧，可能都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嘅啫。呢個所以就唔應該咧就見跌睇跌咧，就覺得萬物就會即係冧幾十支陰燭咁樣冧到變零咁樣，就唔使咁無限見升睇升見跌睇跌嘅。我哋聽晚直播都會講多啲英偉達新推出嘅 RTX spec 對於整體 PC 市場嘅影響啦。特別就係Intel 同埋 AMD 呢個。所以總結我認為美股暫時都係一個急速嘅回吐，但係有部分嘅板塊咧，例如我哋之前所講嘅 Lumentum 或者太空板塊咧，就短期應該係炒完噶啦。所以大家就要注意翻倉位嘅調動或者一定嘅風險嘅管理啦。好啦，好啦，美股難得又終於有調整咯。好多人咧成日投訴美股唔跌唔俾個黃金坑你，而家唔使投訴啦，而家跌俾你啦。但係你又夠唔夠膽去掌握佢咧？呢個
有啊，或者係時候啊，趁而家可以低換低啊，將一啲惡劣嘅低咧係換落去優秀嘅低嘅呢一個啊。咁啊，例如啦嚇，以前我都叫過有啲人跌有啲股票係差嘅，咁啊換翻去 TSM 嗰度，咁啊呢一招我以前萬試萬靈嘅。咁究竟我哋就係話，既然而家嗱跌咗一跌啦，好似有機會俾大家咁樣啦，咁但係邊一啲機會，邊一啲係伏咧？呢一個嗱，所以啊，我哋啊喺月尾最新嘅超級半年結美股2026年嘅最強牛市嘅講座就係非常之係合時宜啦。嗱，我哋第一場已經爆晒額㗎啦，已經我哋喺酒店搞嘅。咁所以我哋加開第二場啦，亦都順應民意呢個。咁今年美股嘅波動都咁大板塊分化、升跌幅咁鮮明嘅風格到底下半年應該點樣做咧？咁而上半年嘅股票去到下半年邊一啲係贏家，邊一啲可能轉勢成為輸家咧？想知道呢度所有嘅一切嘅，就記得參加我哋呢個嘅超級半年結美股2026年最強牛市嘅講座到時朱 Sir 咧就會同你一一分享呢個應市嘅選股嘅技巧，馬上趁亂勢點擊下邊嘅連結報名，費用都係全免嘅。好啦，咁今日最後一部分啦，我哋講下兩個嘅主題近排時髦嘅 topic 呢個第一個就係話呢一個BTC 咧，有人問咧係應唔應該月供啦。咁而且呢一個Google 都提醒啦，話 BTC 咧有機會俾量子電腦攻破喎呢一個咁所以近排咧 BTC 都係多事之秋嘅。咁另外都有傳啦，就係話中國同埋中國香港人咧嘅戶口咧唔可以參加 SpaceX 嘅 IPO 喎，就話因為咧美國嘅呢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啦。咁IPO 又唔可以抽，但係上市又可唔可以買咧？咁你今日咧就專門針對呢兩個 topic 咧去做下一啲 chit chat 同埋討論啦。嗱，咁首先我覺得 BTC 其實近排最大嗰個問題係相對以前咧，佢嗰種我哋所謂叫做避險或者我哋就係話係好多啲嘅屬性咧，或者係追求增長嗰個屬性咧，係俾好多唔同嘅 product 去取代。嗱，你諗下 BTC 以前係作為係對抗我哋所謂法幣。咁就係有一個係所謂對沖，一個係所謂法幣嘅貶值同埋通脹嘅一個所謂嘅作用啦。但係隨住近年黃金嘅升幅升得係遠勁過 BTC 無限倍嘅角度，咁於是黃金就成為咗咧即係重新變翻到真正嘅黃金，就取代翻呢個 BTC 數字黃金所謂嘅角色。咁我哋就係話如果係求昔日 BTC 即係求佢增長個學派咧，因為佢以前真係升好多噶嘛。但問題就係話近年即係我哋講歷代3、4次牛市呢一次升到12萬就收檔咧，就真係最弱嗰一次嚟嘅。咁變咗咧要增長亦都冇增長咁相對翻而家近日嘅明星嘅股票大把都升得勁過呢個係所謂 BTC 啦。例如我哋就係話芯片股或者就話升咗幾百萬棍嘅 SNDK 你諗下用咗一年多鬆啲嘅時間，升咗差唔多40、50倍嘅 BTC 喺都要用好多年先有一個40、50倍嘅升幅啦。咁變咗喺個無論嘅時間或者幅度裏邊都相對嚟講係比下去。因此咧，我覺得啦，近日 BTC 嘅急跌咧，其實嚟講係有諸多嘅因素咧係造成嘅。咁當然啦，我哋就係話佢展望係短暫嘅未來咧，我覺得暫時6萬蚊咧就應該都可以係守一守嘅。咁咧，第個反彈力咧就應該係遠遜於之前噶啦，因為你見到之前係跌到6萬邊咧，就可以彈到去8萬幾噶嘛。嗱，你諗下啦，喺嗰段嚟講又冇話要加息又未轉一個係所謂加息嘅預期，跟住而且個股市都係升到起冚冚嘅情況之下。咁大嘅所謂樂觀嘅情緒，先夾硬拉到你 BTC 成8萬蚊鬆啲咁大把。咁你諗下喺呢一陣啦，連美股自己都自身難保嘅喺短暫嘅角度，咁仲有啲乜嘢力量去推個比特幣上去咧？咁因此我覺得啦，比特幣反彈到咁上下，可能去到可能最多彈10%或者以上左右少少咧，就可能又回吐翻落嚟噶啦。整體個熊市嘅格局就應該嚟講係未完嘅。最後啦，就係話提醒啦，其實你睇 BTC 都係用啲好簡單嘅技巧，你大概都知道情況係點樣噶啦。你只需要開翻個好簡單月線圖，你咪睇下佢哋每一次嘅事後睇嘅重大嘅調整落，究竟係跌大概幾多個月咯。你見到譬如話喺以前個浪形嘅角度，嗱好似呢一個位啦，你睇下係度邊個位係頂啦，有啲人用呢個位，有啲人用呢個位咁樣。咁如果樂觀啲嘅，你用呢一個係真正嘅高位嘅話，你度下啦，1、2、3、4、5、6、7、8、9、10、11、12、13、14，咁我跌咗14個月啦，呢個 OK。咁如果用翻最均真嘅角度用夾硬係最高位，唔好夾硬啦，呢個係真實啦，最高位嘅角度咧，即係用呢度嚟度啦，係嘛？嗱，你可以數噶，1、2、3、4、5、6、7、8、9，咁你跌咗9個月啫嘛。
相對翻前一段浪係跌14個月啦。如果係以時價角度，似乎都仲未足夠啦，係咪？你要判斷呢個價格嘅一個係所謂真正嘅底部好多分析嘅維度嘅，但係都不脫離係時間同埋空間嘅啫。嗱，空間嚟跌咗一半係對於歷代嘅 BTC 嗰個真正嘅見底嘅跌幅咧，都未必一定係底嘅喎，呢個，因為喺前3次嘅牛市完結咗之後佢嘅有時最高最低位墮落去嘅跌幅係可以跌差唔多係70到80%不等呢個，所以 BTC 而家嘅跌幅就係得一半咧。其實喺歷代嘅熊市裏邊，如果萬一真係6萬點嘅結束嘅話咧，咁好老實 BTC 倒翻就係強而唔係弱呢個我想講。咁但係無論喺時間又好似未到，空間又似乎係傻咗你，好似太傻咗你，咁所以大家可以感覺到6萬蚊呢個位係咪真係咁容易見底咧？我都覺得係有一定嘅係所謂懷疑嘅呢個 OK 咁因此啦，對於 BTC 即係吸納或者係對於 BTC 板塊嘅朋友仔咧，我覺得即係與其係嘥太多心力去抄底，而令你不斷係 miss 咗啲強勢股或者強勢嘅真正一啲叫經濟，而唔係話虛擬屬性嘅物體咧，我覺得你好大機會喺若干個月之後咧，仍然嚟講都係不得償失嘅呢個 OK 要吸納亦都唔係話完全反對你，咁但係你可能就要用一個比較闊嘅係所謂時間或者個平均成本化去處理咧，咁可能嚟講相對好啲。嗱咁最後啦，我哋就係話亦都去睇下 SpaceX 啦。咁由於我哋撳唔到 SpaceX 嘅股票咧，咁我哋撳翻可能佢嘅 ETF 啦，呢一個譬如 NASA 咁樣係攞嚟即係純粹掟下個圖掟住咗喺呢度呢個 OK 嗱咁首先啦，就傳咗話新聞就唔俾香港啲散戶或者係內地嘅朋友仔去抽啦。咁呢個機會咧，真係相當之大㗎啦。而家有傳甚至就係話香港嘅地區或者係內地嘅地區去訪問翻呢一個係官網咧，都好似傳聞係遭到技術性嘅封鎖喎。嗱，呢個係傳聞，即係我唔知道係咪真係事實啦。大家亦都可以試下用翻你部電腦，唔好加 VPN 嘅情況之下咧，去訪問翻可能 SpaceX 嘅官網，睇下係訪問到呢個 OK。我暫時未做呢個測試嘅。不過啦，對於係咪真係唔俾香港人去買賣咧？咁我會有一定嘅事實上嘅保留嘅。保留喺邊一度咧？點解叫部分嘅保留咧？因為係唔俾散戶去抽股咁樣抽，同美國人一齊公平競賽咧，呢樣嘢就好大機會係真㗎啦。但係其實我老實講我先離身咗先。我本身咧係4、5年前咧有投 SpaceX 嘅，即係都係有持有佢個上市前嘅股份啦。咁所以佢整體歷代嘅走勢或者點樣咧，我都相當之清楚嘅。咁呢個第一點啦。咁而第二即係話其實以我所知啦。就算係過咗去嘅一個星期喺私募基金或者啲基金掟出嚟去，即係將佢包裝咗一個 product 而再去賣俾啲投資者咧，即使係1個禮拜前其實仍然都可以做到嘅。咁當然佢有嗰啲一大扎嗰啲，你聽落頭都套喺古靈精怪啲咁嘅條款啦，即係可能係 top up 幾多個 percent 嘅費用。咁咧嗰啲價格咧，每個可能拋出嚟嗰啲價格俾你都唔同嘅。咁我收到嘅 offer 咧就係大概1.25個 B 左右 ，OK， 1.25個 B 左右咁上市佢有 claim 就係1.7個 B 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咧都有一定嘅係所謂嘅折讓嘅。但係問題係因為佢要鎖咧。跟翻 IPO 嗰個流程一樣，都係鎖係分唔同階段，譬如話業績期或者110天90日分唔同日子或者唔同嘅事件主導咧，去鎖倉鎖住咗呢個倉嘅咁因此咧，最後經過考慮之後，咁本身前面都有啦，都賺咗 N 咁多浸啦，咁所以咧我就多事不如少一事咧，最後就否決咗呢一個嘅 offer。咁根據情報咧，而家已經係由於係太近呢一個6月12你都上市啦，咁所以咧呢啲咁樣私人拋售俾香港人嘅渠道咧，都應該 close 咗 book 噶啦，close 咗 file 噶啦，呢個 OK 咁因此啦就係話呢一個係所謂唔俾香港或者內地朋友仔買賣咧，就應該就係去到一個所謂散戶嘅層級嘅啫。如果係以專業投資者或者係近嗰班基金大佬嘅或者基金投資者嘅，即係我哋講有人脈嘅話咧，其實香港人咧仍然都攞到貨嘅，就唔係想象中咁惡劣嘅。咁但係當然啦，就係話如果呢啲咁樣嘅交易都唔俾香港人參與嘅話咧，就長遠而言啦，的而且確係對於香港而言咧，可能係一個嚴重嘅挑戰國際金融中心嘅一個信號嚟嘅，呢個 OK 咁因此我哋就見到近排香港都好即係其實本來我都覺得想呻一句，本來香港而家都有啲少少繁榮向上翻啲嘅跡象噶嘛。譬如話樓市又有一啲升啦，雖然好多人都話虛火，但係佢真係有上升噶嘛。咁亦都即係個街道上亦都可能多咗人啦。呢個雖然消費力就一定去唔翻以前咁樣噶啦。咁總之咧，相對大概18個月前咧最差嗰個年份咧，就肯定嚟講係好咗嘅。呢一啲唔係因為憤世嫉俗咁樣就夾硬話乜都係差嘅，全部都係差嘅。你就見到租金指數嘅上升你都知咩事啦。
咁但係問題我哋就係話會唔會喺呢一段嘅有少少想繁榮翻向上嘅跡象之前咧，又突然間係俾諸多嘅一啲嘅因素又潑熄咗團火咧？譬如話中美之間嘅關係亦都可能風起雲湧啦，又或者係近排富途嘅事件啦，甚至都有傳就係話保險資金亦都唔準即係話去輔助嗰啲內地嘅朋友仔去變相出錢走資啦。咁啊變咗會唔會個資金咧又突然間抽乾咗，令到香港又缺翻水咧？咁啊因此啊就係話對於香港嘅股市或者個未來啊都有一定嘅警惕或者擔憂嘅呢個 OK 嚇。咁啊所以啊作為股民啊，可能啊仲有得加入美股咧，咁可能要盡快揾多啲錢啊呢個 OK。好，咁我哋今日嘅影片暫時去到呢一度啦。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朋友仔咧，記得訂閱、讚好同埋留言支持啦。咁如果想積極籌備去一個仲有機會去加入美股嘅，想積極籌備投資嘅話，佢哋都可以歡迎參加我哋今年嘅呢一個嘅6月嘅下半旬嘅呢一個嘅超級半年結嘅酒店嘅講座嘅。我係朱 Sir，下次再見。